还有电脑，电脑也有。那现在呢？都没有啦。怎么回事？土石流啊！一下全部被土石流淹了。那么遐向民出过6年前的阿汉喺汉人同原住民共处的生意呢？840在前一日，规模都好真多屏东每家，没想到一场天灾，有卡毛的，同乡人假日富冈山到高雄旗山的3千中心。有了个他们题係，我哋種睇不同嘅收容所，不同嘅收容所對，他緊日落來，那用技巧嘅摩擦嘅。按人嘅收容所，用向下嚟吐數，嗰度家中要打電話嚟睇不同收容所，剛係新人用鬼吐數咯，我哋咪用攀咯。那麼遐向在前洋葱，學校單單打槍槍，民族國小喺在後體在副學嘅學校，現時簽是家用旗山國小90上課，國家一出動關心同熱心幾乎開學嘅事情，學校太體準備好些嘅，唔過輕鬆嘅安置問題，開學過後正要開始。我们民族国小目前在旗山国小这边借用他们的古籍教室，准备复学啦。那我们的小朋友是会随着我们的社区，他们迁到哪里，小朋友就会跟着迁到哪里去。民族國小問題，咩所有在其學校同霹靂威所開學嘅督導嘅問題，就統計搶起同高雄縣主要12間國小同3間國中。目前的學生同外地赴學，其中桃園鄉出喺寶山國小，早前安置到富春技術學院。一等半年過後，陸開通將會轉到年內學校上課。我們的安置的部分是採多元的安置就學的安置之外，那他們住宿的地點也有一些是集中住宿地點。我們河村這個地方，我們是安置我們桃園鄉的1所國中4個國小，它的總人數學生是450個，老師是將近100個。在我們目前調查的情況之下，大部分都會回來就讀。上期萬那最扶持馬家假人無體力，時常早前愛去到外地上課，小朋友下艱苦嘅係，有些同學再也看唔到嘅當傷心。我們大概會整個心理輔導中心的資源，整個會投入，然後就是在一個帶狀的時候，我們每一天都會有心輔人員在學校住在學校。然後呢，隨時提供小朋友的屬於創傷治療的部分跟悲傷陪伴的部分。8月14日，全國中小學做開學嘅，在其學生嘅3無半點歡喜，佢哋過不將離開家園，甚至還要親自分開。佢哋希望在後重建較夾到位，做得及時嘅進度係相關嘅物價。下個新聞羅英正、鍾雄修、高雄旗山報道。